元道一功，坤道一功。两边抬板，对面座椅。右排位，座椅，对，然后走，一扣，再扣，然后走，对，前进右边位，座椅，后位跪，然后走，一扣，再扣，然后走，
下面做旋线。平常的时候手，一手在手，两手是手，手右手，右手在手，手是手，一手在手，两手是手，一手在手，两手是手，一手在手，两手是手。接骨架要交有其三公里，前到立功，下鞠躬，三鞠躬，蹲到立鞠躬，下鞠躬，三鞠躬，心力有正常，130度，明天的体会班，刚开始要交有其三公里，前到立鞠躬。